今日等我哋以聖經和天國家族為主題，一齊查考上帝嘅話語。上帝喺每個時代都會差遣先知，俾佢哋做傳達上帝旨意嘅使者。而家亦係咁。喺呢個時代，所有傳達同遵行上帝旨意嘅人，都係上帝派遣嘅先知，係咪？咁聖經係點樣記錄同預言上帝拯救人類嘅旨意，以及對於喺全世界一齊獻禮拜嘅天國家族嘅旨意呢？今日等我哋一齊睇下呢個內容。一齊睇下提摩太後書3章12節。提摩太後書3章12節。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裏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13節。只是作惡的和迷惑人的，必越久越惡。他欺哄人，也被人欺哄。但你所學習的、所確信的，要存在心裏，因為你知道是跟誰學的，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。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。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於教訓、督責、使人歸正、教導人學義，都是有益的。聖經係上帝賜予人類嘅珍貴禮物。上帝所傳達嘅信息，由創世記到啟示錄，成本聖經66卷，都充滿住上帝嘅愛。需要注意嘅事，唔應該做嘅事，必須要做嘅事，要具備嘅品性，要遵守嘅上帝律例，都一一記錄喺聖經裏面。呢一切都係為咗我哋嘅救恩，所以聖經記錄會令我哋有乜嘢？得救嘅智慧。一齊睇下彼得後書1章20節。彼得後書1章20節。第一要緊的，該知道經上，即聖經上所有的預言，沒有可隨私意解說的。因為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，乃是人被聖靈感動，說出上帝的話來。而家我哋睇嘅66卷聖經，唔係出於人嘅諗法或者意見而寫成，而係完全照住上帝嘅旨意同話語記錄而成嘅。雖然有啲聖經嘅記錄相隔咗幾百年，甚至幾千年，但呢啲內容都點樣？上帝記錄聖經嗰陣，令所有內容前後一致，而且絲毫不差咁成就。因為呢啲係為咗令我哋得救而記錄嘅絕對嘅話語，所以聖經記錄唔可以加添人嘅意見，亦唔可以刪減其中嘅內容，係咪？等我哋一齊睇下呢個內容。一齊睇下啟示錄22章18節。啟示錄22章18節。我向一切聽見這書上預言的作見證。書就係指聖經，係咪？若有人在這聖經嘅預言上加添什麼，上帝就會點樣？上帝必將寫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他身上，即係叫我哋唔好加添聖經裏面冇嘅內容。19節仲話乜嘢？這書上的預言，若有人刪去什麼，刪去意思係剔除。如果剔除，
上帝必從這書上所寫的生命樹和聖城刪去他的份。聖經嘅話語裏面蘊含住非常重要嘅信息，我哋唔可以隨意加添或者刪減。正因為呢一切內容都對我哋嘅救恩至關重要，所以上帝先至賜66卷聖經俾人類。而家好多教會都話自己先係啱嘅，天國唔係按人嘅主張就可以進入嘅地方。跟隨同實踐上帝嘅話語嗰陣，先可以得到救恩同進入天國，係咪？而家我哋周圍有好多教會，淨係敬拜父親上帝，但上帝喺聖經裏面曉諭我哋應該點樣做呢？只要用聖經確認，就可以簡單直接咁揾到答案。但係有啲人仲未用聖經核實，就斷定人哋所信奉或者遵循嘅係錯。如果咁樣做，就等同於阻礙其他人接受上帝嘅真理。所以任何人都唔應該抱持固定嘅觀念。如果有個熟路嘅人話俾我知，我琴日行嘅路係錯嘅，仲指咗正確嘅路俾我睇，我應該要點做？應該要回頭同悔改。呢個正正係上帝所願嘅旨意，係咪？聖經已經見證咗父親上帝同母親上帝，但世人就無視，唔可以加添或者刪減聖經話語嘅上帝吩咐。呢個就係而家啲人嘅信仰現況。我哋一齊睇下聖經裏面關於父親上帝同母親上帝嘅記錄。一齊睇下啟示錄4章。啟示錄4章11節，我們的主，我們的上帝，你是配得榮耀、尊貴、權柄的，因為你創造了萬物，並且萬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。上帝創造咗天地萬物，即係話萬物係按照邊個嘅旨意被創造嘅呢？上帝嘅旨意。聖經教導我哋太陽同地球之間嘅距離，佢哋嘅位置同埋關於佢哋嘅一切，都係上帝親自安排嘅。正因為咁，生物、水同空氣先至會存在，人類先至可以喺地球上生存。因為你創造了萬物，並且萬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。上帝創造天地萬物嗰陣講過，世上冇任何一樣嘢唔係按照上帝嘅旨意被創造。各位請諗一諗，所有喺地球上嘅生物，冇父親同母親，生物會唔會存在呢？無論係動物界定係植物界，凡有生命嘅地方就一定有母親。冇母親嘅地方就冇生命，所以冇母親嘅世界就係死亡嘅世界。呢個係邊個嘅旨意呢？係上帝嘅旨意。咁如果永恆嘅天國裏面冇母親上帝，嗰度仲會唔會有生命？上帝之國係生命嘅國度。等我哋一齊確認，喺屬靈嘅世界裏面，唔單止有父親上帝，亦都有母親上帝。喺教會，大家都會稱呼上帝為父親上帝。無論去邊間教會，大家都係咁樣稱呼上帝。父親呢個稱呼會唔會喺公司裏面用呢？或者會唔會喺政府機構度用呢？會喺邊度使用？父親係喺家庭裏面使用嘅稱呼，同埋在座嘅各位，而家都彼此稱呼弟兄姊妹，而弟兄姊妹亦係喺家庭裏面使用嘅稱呼。
有父親、弟兄姊妹，仲必須要有邊個呢？好多人話世上嘅家庭裏面必須要有母親，但就堅持認為天上冇屬靈嘅母親。呢度涉及一個極為重要嘅問題，就係救恩。上帝係我哋嘅父親，呢個稱呼並唔係隨教會嘅私意而定，而係聖經嘅教導。一齊睇下馬太福音6章。馬太福音6章9節。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：我們在天上的父，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。馬太福音6章9節記錄，耶穌嚟臨到世上，教導嗰啲唔理解天國道理嘅人，上帝係我哋嘅父。8節，你們不可效法他們，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，你們所需用的，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。上帝係我哋嘅邊個？聖經話俾我哋知，上帝係我哋嘅父親。上帝唔係我哋肉身嘅父親，而係我哋屬靈嘅父親，係咪？一齊睇下希伯來書12章，睇下希伯來書12章9節。再者，我們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們，我們尚且敬重他，何況萬靈的父，我們豈不更當信服他得生嗎？聖經明確咁教導我哋有俾我哋肉身生命嘅父親，都有俾我哋靈魂生命嘅父親，上帝。聖經就係真理，係咪？真理嘅意思係事實，係咪？喺靈嘅世界裏面，以父親嘅身份存在嘅，就係我哋嘅上帝。父親呢個稱呼係繼承佢嘅血同肉嘅子女所使用嘅，係咪？毫無疑問，父親係只有子女嘅男人。因為上帝將呢一切都記錄喺聖經裏面，所以吩咐我哋絕對唔可以加添或者刪減任何內容。一齊睇下哥林多後書6章。哥林多後書6章17節。又說：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，與他們分別，不要沾不潔淨的物，我就收納你們。我要作你們的父，上帝係我哋嘅邊個？父親。然後呢？你們要作我的兒女，這是全能的主說的。上帝就係咁，同我哋建立咗父親同子女嘅關係。父親、兒子、女兒，全部都係喺家庭裏面使用嘅稱呼。但係而家所有教會對聖經嘅理解，就只係得咁多。咁聖經有冇關於母親嘅記錄呢？一齊睇下加拉太書4章。加拉太書4章26節。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，他是我們的邊個？冇。聖經裏面明確咁提及到邊個？咁樣，在上係指邊度呢？天國。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，佢係邊個？他是我們的母。繼續睇下28節，弟兄們，
我們是憑着應許作兒女，如同以撒一樣。當時那按着血氣生的，逼迫了那按着聖靈生的，現在也是這樣。然而經上是怎麼說的呢？是說把使女和她兒子趕出去，因為使女的兒子不可與自主婦人的兒子一同承受產業。弟兄們，這樣看來，我們不是使女的兒女，乃是自主婦人的兒女了。自主婦人係對應26節裏面嘅，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，佢係邊個？換言之，我哋嘅靈魂必定有邊個呢？啟示錄22章明確指出，唔可以加添或者刪減聖經嘅話語。根據聖經嘅記錄，我哋應該承認定係否認母親上帝嘅存在呢？即使聖經裏面有相關嘅記錄，但而家好多教會都冇意識到，所以佢哋主張只有一位上帝，就係父親上帝。地球上嘅動物界同植物界都係按上帝嘅旨意被創造嘅，可以話佢哋係上帝俾我哋嘅自然教科書，一切都蘊含住上帝嘅旨意。我哋需要思考，點解咁多生物都有爸爸同媽媽？如果冇爸爸媽媽，可唔可以孕育後代？絕對唔可以。呢個就係上帝嘅旨意。聖經明確咁揭示，就好似天上有父親上帝一樣，地上亦有父親。就好似地上有弟兄姊妹一樣，天上亦有屬靈嘅弟兄姊妹。就好似地上家庭裏面有母親一樣，天上嘅家庭裏面亦有母親上帝。而家雖然好多教會聲稱相信上帝，但排斥呢啲道理，咁就足以證明佢哋係喺度否認緊上帝嘅話語。加拉太書4章26節，並唔係由我記錄，都唔係由各位記錄，而係受聖靈感動嘅人從上帝領受之後記錄落嚟。咁我哋應該點樣理解加拉太書4章26節記錄嘅？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，他是我們的母呢？一齊睇下創世記1章。創世記1章26節，上帝說：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象，按着我們的樣式做人，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、空中的鳥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。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。26節記錄做人，即上帝喺度創造人類，係咪？上帝的教會提出，創造人類嘅創造主有2位。單憑呢一點就可以發現，上帝的教會同世上其他教會完全唔同。其他教會話，毫無疑問，上帝只係得一位。但創世記1章裏面，邊個講緊嘢？上帝。上帝說：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象，按着我們的樣式做人。我哋可以確認，人類係由自稱我們嘅上帝所創造嘅。各位，我們係複數，唔係單數。如果只有一位上帝，就應該話：我要照住我嘅形象做人。但上帝並唔係咁樣表達，而係話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象，按着我們的樣式做人。睇下27節，
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創造咗乜嘢？男人同女人。上帝話，照住我哋嘅形象造人，然後創造咗一男一女。我哋就可以了解到，上帝唔單止有男性形象，亦有女性形象，係咪？所以上帝先至會用我們呢個表達方式。時至今日，個個都稱呼擁有男性形象嘅上帝做父親上帝。咁我哋應該點樣稱呼擁有女性形象嘅上帝呢？呢個係理所當然嘅。創世記係66卷聖經中嘅第一卷書，係咪？喺第一章，上帝就已經俾我哋知道父親上帝同母親上帝嘅存在。除此之外，舊約聖經用咗大約2500次 Elohim 嚟表達上帝呢個單詞。係咪因為冇單數名詞先至用 Elohim？ 唔係，聖經用單數名詞表示唯一嘅真神嘅時候，使用嘅係 Eloha， 就好似喺單數嘅人稱代詞後面加上門，就會變成複數一樣。喺單詞 Eloha 後面加上 I'm， 就會變成複數。Eloha 後面加上 I'm 就係 Elohim。即使有單數形式，但上帝依然喺原文聖經裏面點樣記錄呢？ Elohim。 雖然聖經各處都記錄咗咁樣嘅教導，但係世上嘅人堅持認為得父親上帝，冇母親上帝。佢哋嘅諗法極其錯誤。一齊睇下約翰一書2章25節。約翰一書2章25節，主所應許我們的就是上帝應許我哋乜嘢？永生。上帝應許全人類永生。關於生命由邊度嚟，21世紀嘅生命科學家得出明確嘅結論。佢哋發現，如果冇母親，生命就冇可能傳承俾下一代。所以，上帝創造嘅萬物都有一個定律，有父親嘅地方就會有母親。希伯來書8章5節記錄，地上嘅一切都係天上事嘅形狀同影像，係咪？所以，如果作為形狀同影像嘅地上世界裏面有母親，咁喺實體世界裏面亦必定有母親存在。所以上帝喺加拉太書4章26節曉諭我哋，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，她是我們的母。喺創世記1章26至27節，父親上帝同母親上帝對彼此講乜嘢呢？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象，按着我們的樣式做人。男人係按照上帝嘅男性形象被創造嘅，女人係按照上帝嘅女性形象被創造嘅。創世記1章26節咁樣記錄，係咪？所以地球上有男性同女性，證明咗天上有父親上帝同母親上帝。如果只有父親冇母親，生命就冇可能存在。有生命嘅世界根本唔會存在。啟示錄4章11節記錄，萬物係因上帝嘅旨意被創造而有，亦即係話完全按照上帝嘅旨意，呢個充滿生命嘅世界成為咗賜俾人類嘅禮物。既然天國係生命嘅國度，嗰度就必定有母親上帝，係咪？如果冇母親上帝，嗰度就會係死亡嘅世界。
地球上有無數種動植物，無論係喺植物界定係動物界，冇母親嘅話，都係死亡嘅世界。喺天國呢個生命嘅國度裏面，必定有母親。創世記1章26節記錄，喺第一個人亞當同夏娃被創造之前，邊個已經存在？父親上帝同母親上帝，係咪？透過創世記1章，上帝已經揭示咗天國有父親同母親存在。對於聖經裏面上帝嘅話語，上帝吩咐我哋一點一畫都唔可以加添或者刪減，要按所賜予嘅理解同領受。所以我哋要明白，只有父親上帝，冇母親上帝嘅主張係完全錯誤嘅。子女有母親先至可以存在。對於揾返所有丟失嘅天國子女，上帝話：我必定會聚集兒女，就好似母雞將小雞聚集喺翅膀底下一樣。既然耶穌咁樣比喻，我哋就要思考當中嘅意義。公雞唔會將雞仔聚集埋一齊，而係敵人嚟襲擊嘅時候，先會保護子女。但係母雞呢？當鷹喺空中盤旋，準備捕食雞仔嗰陣，母雞就會出於本能，感知到雞仔會面臨生命危險，並且發出緊急嘅信號。平時佢只會輕輕咁咯叫，但嗰一刻佢會發出刺耳嘅尖叫聲。所有雞仔聽到呢個尖叫聲，就會聚集到母親身邊。母雞會盡可能打開對翼，將所有雞仔都聚集喺對翼下面。嗰一刻，就算係鷹都冇辦法攻擊雞仔。雖然掠食者知道母雞弱過自己好多，但佢唔敢攻擊喺度保護緊雞仔嘅母親，因為母親會用生命保護佢哋。上帝創造嘅萬物背後都有上帝嘅旨意，就係令我哋理解睇唔到嘅天上世界同屬靈事物。而家我哋周圍有好多教會，相信上帝固然係好事，但如果教導其他人錯嘅聖經內容，誤導其他人，耶穌話會自招點樣嘅結果呢？一齊睇下馬太福音7章21節。馬太福音7章21節，凡稱呼我主啊、主啊的人，相信上帝嘅人先會講主啊、主啊，係咪？聲稱相信上帝嘅人，不能都進天國，唯獨遵行乜嘢？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。22節，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：主啊，主啊，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，奉你的名趕鬼，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嗎？我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：我從來不認識你們，你們這些作惡的人，離開我去吧。呢度提到天父嘅旨意，各位完全相信父親上帝同母親上帝係唔係上帝嘅旨意，定係要教導同主張只有父親上帝先係上帝嘅旨意呢？我哋要正確咁理解聖經裏面嘅每一個教導，所以只有按照聖經嘅教導，
正確領受上帝話語嘅社會，先至可以成為正確信奉上帝嘅社會。但而家嘅社會並唔係咁，好多時候聖經已經有嘅內容被刪減，聖經裡面冇嘅內容就被加添。上帝初臨世上嘅時候，明確咁頒布咗莊嚴嘅命令，遵行父親嘅旨意。上帝透過創世記1章同加拉太書4章曉諭我哋乜嘢？上帝話母親上帝存在定唔存在呢？點解上帝創造嘅所有生命都必須透過母親先可以誕生？因為我哋嘅肉眼睇唔到天上嘅事物，所以上帝喺呢個地球上建立咗一個無形般嘅世界，俾我哋可以學習同了解天國。唯一透過血緣嚟維繫嘅，就係家族。呢個就係我哋成日講嘅血緣關係。同樣，為咗維繫屬靈嘅血緣關係，上帝賜俾我哋乜嘢真理？透過新約逾越節，上帝明確咁表明，呢個係我立約嘅血，為多人流出嚟，使罪得赦。唔好忘記，一定要紀念呢一日，係咪？但係而家嘅教會，連耶穌熱切期待嘅新約逾越節真理都唔遵守。我哋要將呢啲真理傳到撒瑪利亞，直到地極，傳遍全世界。提摩太後書3章記錄，凡立志喺基督耶穌裏面敬虔度日嘅人，會點樣？如果盼望喺基督裏面懷住去天國嘅信心，度過敬虔嘅生活，就必定會面臨一啲嚟自周圍嘅困難，係咪？當見到有人遵守星期日禮拜同聖誕節嗰陣，其他人就會諗，嗰個人應該係基督徒。但如果同佢哋講，我哋遵守逾越節同安息日，同埋相信母親上帝，佢哋會有咩反應？嗰間係咪奇怪嘅教會呢？絕對唔奇怪。從上帝嘅角度嚟睇，呢度係擁有最準確、最完整信仰嘅教會，係咪？所以彼得同保羅都去呢間教會，呢個係耶穌建立嘅教會。無論世上嘅人點睇我哋都好，佢哋嘅評價唔等於上帝嘅評價。希望大家都結出聖靈嘅果子，希望所有天國子女每個石安都喺上帝面前完全站立得住。多謝。